有3樣嘢，如果你嘅表演想多 drop，喺你嘅相同埋片一定要表達到。第一樣嘢就係可靠，我要喺你嘅相同埋片睇到你嘅表演可唔可靠。因為冇活動搞手係會中意 take risk， 中意玩一啲會出意外嘅表演。第二就係有用，有用嘅意思係你點樣幫到活動嘅搞手或者舉行活動嘅地方，不論帶到人流，吸引到更加多人嚟呢個地方，或者令到人群聚集，都係對客戶嚟講一個有用之處。而第三就係吸引力，你嘅表演會令人覺得有趣，唔會悶。呢3樣嘢喺你嘅相同埋片一定要表達到，因為揾唔揾到客重點唔在於你嘅表演有幾好有幾正，因為呢樣嘢普通人分唔到，但係你透過影像 present 出嚟，普通人就一定會 feel 到。所以如果你透過影像表達到上面嗰3樣嘢，客人自然就會信任你，信任你就會揾你嚟做作。所以好多表演團體或者表演者都會揾我嚟做拍攝。第一，我哋會了解表演嘅流程啦，到時表演嘅氣氛啦，表演一啲重要嘅 moments 啦，去制定一個詳細嘅拍攝方向。而第二，去到現場我哋會做多角度嘅拍攝，一定會捕捉到你表演最好嘅角度。而第三就係後期製作，我哋會做好調色啦、剪接、混音，目標就係透過影像將你嘅表演可以好好咁樣 present 俾大家睇，尤其係你嘅目標客戶。所以如果你哋作為表演者或者表演團體，想更加多人全面咁了解你哋，見到你哋 DM 查詢我哋嘅拍攝，我哋可以幫到你。已經幫過好多唔同嘅表演團體，都係非常之有用。DM 我哋。